我甚至他们是大概台湾这的一个人是80年上路的，那些改革的全都没多啊，所以说上路老讲用的，甚至他们是年度的，甚至他们是大概台湾这的年用的，哎，当然找到那边改革是，但老拍拍我都现在要的嘛，都顶这个强就是上路当然进了，当然找到那边给小台拍考下来些，这个担保了当啊，这个甚至那边的要的。第一点，他们都要这位有人，人这位有人，人嘛都带了现场去的，就怕他人过了这样说的，早年那么多啊。当然，是不是个甚至他们是台湾真的年轻，但是上当用的，个手机被什么被精准我都等多啊。先不是在炸药的，就是在弹药的、改药的，都现场去的。我还是有的群主讲了的，群主讲了呀，这不让个学的话，农务的这，啷个就是农务的农啥要的，哎，看起来呀，对吧？第要的是，真正的要的是现药，哎，我农务上就是呢，都工超乎去，这个那么多知的，看见没有？但是不是他们就人的年呢？台湾人的年也是路上呢。被什么被精准当上了些，手机的判断要的。